距占卜準唔準㗎？到而家仍然係好多人問我呢個問題喎，包括客戶啦、學生。其實塔羅占卜之所以準，係因為反映能量同潛意識，只要係真實嘅人同經歷，占卜準確度無論見面定遙距都一樣準嘅。我03年即係成22年前開始幫好多唔識嘅人占卜時呢，好多人呢係以為見面先至準㗎喎，但其實好多客人呢突然揾我心急想占卜，加上當時喺咖啡做，要就大家嘅時間地點喺幾難夾嘅情況下呢，我就開始咧幫人傾住電話占卜啦。其實互動嘅情況同見面都好接近嘅，只係占卜過程、抽牌嘅過程係由我進行嘅，所以當時已經幫咗唔少人遙距占卜啦。客人都成日問準唔準㗎，後來發現咧準確度都一樣咁高喎，加上安排真係方便好多。之後咧我就做咗好多嘅遙距占卜啦。而家流行嘅會係文字啊、信息嘅占卜，我好多學生咧咁樣幫唔識嘅人占卜咧都一樣好準，好多回應都有80、90甚至乎100分嘅準確度。而我自己個人咧都係比較喜歡即時互動啦，感覺就會更加強，信息又更加多啦，溝通咧更加有效嘅。你哋有冇試過遙距或者見面占卜？如果有，歡迎留言分享經驗啊！想見面體驗超準占卜，歡迎嚟塔羅工作坊，每位只係150蚊就可以完整體驗啦，仲可以學埋塔羅知識喎，一舉兩得。快啲 WhatsApp 我哋51164824或者66327332查詢或者報名上堂見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 下集見。